各位乡亲，目前甲故日继续向前行，无偌久，后面有一个人赶过来，笑面银人，脚步真紧。迄个人悄悄讲：“我嘛要去天城，我叫善变。牧天真欢喜，阁有一个伴。毋过路愈行愈歹，石头啊，就赶霉，愈惊。善变开始念：安怎？”遮尔啊歹行，善变讲，若有较好行的路，我要改变别个路行。牧天听了，心内开始担心。牧天讲，天路有艰苦，毋过。主会带领，善变点头，心却犹原无定。牧天一直向前，善变一直看别个道路，真正的考验才要开始。各位乡亲。起步行，未必行会到。要知影善变后来安怎，咱后回继续讲落去。